送花，而無人能似你親手種花。但男孩像你，不要我客家。男孩們能有你般纖細嗎？談情時問我那種感性嗎？但男孩像你，只愛同類嗎？假使間這一刻我要你憑良心想一想揀一揀，實在是和誰親你會說是命運，你與我其實熟得很，但他總比較親，好知己好姊妹哪裏會談情感不牽手不親嘴，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。錯過了幸福，彼此蹉跎，仍然可以彼此幫助，沉悶晚上相約度過。寒流來夏意你先擁抱他，回頭時再替我遮擋雪花，是場甜蜜裏分我甜蜜嗎？如從前無法碰到這個他，和良朋能夠演出戀愛嗎？若然蒙着眼，又能投入嗎？假使間這一刻我要你憑良心想一想揀一揀，實在是和誰親你會說是命運，你與我其實熟得很，但他總比較親，好知己好姊妹哪裏會談情感不牽手不親嘴，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。錯過了幸福，彼此蹉跎，仍然可以彼此幫助，沉悶晚上相約度過。這10年內做過的事，能令你無悔驕傲嗎？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，沒有被動搖吧？對象和緣分已出現，成就也還說不賴嗎？淚
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，又有若靈覺消失嗎？軟弱嗎？你成熟了，不會失去格調吧？當初堅持還在嗎？刀鋒不會磨鈍了吧？老練嗎？你情願變得聰明而不衝動嗎？但變成步步停下三思，會累嗎？快樂嗎？你還是記得你跟我約定吧？區幾場成敗裏，應該不是麻木了吧？快樂嗎？你忘掉理想，只能忙於生活嗎？別太遲，又10年後至想快樂嗎？寫滿600句的我愛你，寫了10年從未覺得太乏味，深信最後收得到答覆，何理換美不美？K 先生，可否在你18秒鐘看看信？如果你認同人是有需要做夢，給我寄贈簽名的信封，只要一封。繼續被動來做普通的大眾，實在沒有用情願不怕面紅，頑強地進攻，爭取你認同。在年年月月晚晚朝朝密密寄信，明知我們隔着